善会大士语录，又名副大士录、善会大士录序，菩萨戒弟子国子进士楼影传。夫诸佛菩萨现三身有十方，世界弘六度以摄五道众生，众生知性邪见，妄取言将行，为性于理背虽欲服勤于傲慢，伤宏源而至，不能知慧，不能照世足以为名香，未盖未禅乃见，愁魔冤受制，外道道喜六尘。知境长第三界，之内无复出国，现阵先锋而出者非诸圣人，所以归当一往，为大权之交，或昔未能人知，知今为弟子，或觅菩萨之行现，声闻之学于是以清净为战场，以持戒为首，欲以金刚为锋，刃以方便为间谍以会众，为将士以说法，为号令岁与无数，不武功破魔城内诸魔悉皆降伏欢喜踊跃，发菩提心者无量无数矣。自双临灭之后，法轮错轨慧日，抛灰指六道，众生力劳日故，故我诸佛菩萨悲其若慈父。以用威神之力现无数身将一解其经而示之道，会故世之言双，临大士自云：是你恶应身名矣，不然何以有自然无师之智，超出凡夫之中变，才无方玄解经，常恒以护持正法发众生之永不皆无经言为魔。知奉戒清净，盖以摄诸毁尽，彼归正道者，也识两武地矣。皇王之贵君秦，佛宝由是一人，兼出众语义，正教如大士之，十里修僧得鲁，智者投佛贵，即贵何土见土城，居士得有富土，引徐土多憨土，成昌居士皆。六度四等清心，进行以言持于身，放生疏食医病，救苦以犯爱于悟道利塔妙虫，世尊相以言佛，世多演具地产，扬经论以广播，闻此皆是不可思议，知人行不可思议，知是别为常理，用度难信难化之人欲使。其可登无上，知道见当来之，佛耳引以繁荣，久亦长夜微小，恨不得于日月之下倾城建竹屋，愿上升兜律下，会荣华不已，伐木斯人闻韶，望为将恐方尘，暂忆后来无闻，遂追访长老编，而自知以为传八卷矣。是于后云耳。